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意。好，就这样。副歌的拍子很容易跑，尤其第一句啦，第一句。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意。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现在让我们一起站立，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一起拍手。主，你是我们的喜乐，你是我们心中最大的力量。我们要来赞美你。领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我感受你奇妙大爱，在我生活中常与我同在。领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荣耀的盼望。我感受你大能力量，平静我心中极大的风浪。哈利路亚，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我心不再忧愁失望，因你是我生命力量。哈利路亚，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属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领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最大的力量。我感受你奇妙大爱，在我生活中常与我同在。领受天堂来的喜乐，那是我心中荣耀的盼望。我感受你大能力量，平静我心中极大的风浪。哈利路亚，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我心不再忧愁失望，因你是我生命力量。哈利路亚，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属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哈利路亚，你永远居住在我心中，我心不再忧愁失望，因你是我生命力量。哈利路亚，我要欢呼歌颂你生命，属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属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属天喜乐现在降临，充满我心。让我们用掌声当作活祭献给我们的上帝。谢谢主。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谢谢你亲自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能更深的来亲近你。难以相信你的爱是如此吸引着我，每早晨我等候亲近你，你挪去我所有惧怕，让我心不再失落，一生年日都属于你。你的生命气息充满着我的灵，你的火焰燃烧我心。我伫立你左前，仰望你的荣耀，惊叹你是何等奇妙。我一
生的意义展开在我面前，耶稣，当我触摸到你，难以相信你的爱是如此吸引着我，每早晨我等候亲近你，你挪去我所有惧怕，让我心不再失落，一生年日都属于你，你的生命气息充满着我的灵，你的火焰燃烧我心，我伫立你座前，仰望你的荣耀，惊叹你是何等奇妙，我一生的意义展开在我面前，耶稣，当我触摸到你，我伫立你座前，仰望你的荣耀，惊叹你是何等奇妙，我一生的意义展开在我面前，耶稣，当我触摸到你，触摸到你，触摸到你，我伫立你座前，仰望你的荣耀，惊叹你是何等奇妙，我一生的意义展开在我面前，耶稣，当我触摸到你。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爱将我紧紧地拥抱，使我苏醒。你爱里，我愿成为你的居所，我要爱你，要永远坚定地爱你，亲近你，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意。
居所。我要爱你，要永远坚定的爱你，亲近你，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意，没有人能像你，用爱满足我心，你是我的唯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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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主，我愿让你来拥有我的心，不再用力坚持，依靠我自己，愿你每句话语都成为我命定，改变我生命，一步一步与你更靠近，走进你心意。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真的是盼望能够一步一步更走进你的心意里面，就像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礼拜，就像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时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跟你跟天父阿爸的祷告，他是一步一步更走在你的心意里面，让你的话语，让你的应许，让你救赎的恩典完全成就。主啊，恳求你让我们能够跟耶稣一样，一步一步更走进你的心意。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咱今仔日要做阵，亲像咱拄仔所见的迄首诗歌，踮伫咱的教会传统中间，真感谢上帝甲咱陪伴伴娘，伫咧咱规个敬拜内面的服侍。尤其是咱教会对22年前开始，咱有即款的分场，这是真大的功课挑战。不过到即马，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700多间迄个所谓的平地教会，还是咱讲台语的教会，即马已经超过一半拢有华语教会哦。今仔日拄啊5点外，才阁接到咱中会总干事苏进财牧师的一个资料。咱台北中会有101间的教会，我们有101间教会。他这2天把2018年所有教会的和会手册都再整理了一次，101间哈。看了主日礼拜的人数，他再一次跟中会的委员一起分享。他说，
在2018年跟2017年主日礼拜台语的人数，台北中会我没有讲其他的，又少了200个。然后华语教会现在台北中101间已经有57间有华语教会，超过一半。华语的敬拜多了将近100人，就是很多教会这样哈。所以这嘛是一个，但是整体来说，人数减少，人数减少，这是我们礼拜的部分。不过伫这款的中间嘛，求主帮助咱吼。敢若亲像到特别过来礼拜日，咱咧讲中秋主日，要进入耶稣基督踮即个世间上美的即礼拜。若要讲一礼拜来讲，伊拜五互定死，今仔日拄好拜五，过来即7天，伊到底做甚物哈？咱要最近经过伊踮咧十字架顶头所讲的7句话中间，有3句话是祈祷，有4句话中间是世间人讲的。这3句话，特别是这3句的祈祷，咱来看伊拄仔咱所讲的这首诗歌。感谢主，互咱算是伫咧台北中会华语的礼拜，不止早就有，伫20多年前。拄仔迄首歌咧讲，咱要一步一步搁较行伫咧主的心意内面。这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咱踮即几年踮咧顺林教会，咱最近拢一直踮咧搁一摆个回复咧复习啦。在复习我那个国中的物理老师在说的我们盼望我们热得快，但是我们不要忍得快，我们那个续航力我们的续航力能够够长。所以咱今仔日最近来看这3节的金句咱先最近来读路加23章34节预备来。这时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第二段是马可15章34来。下午3点钟的时候，耶稣大声呼喊：“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翻出来就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在一样是路加福音23。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他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咱用台语来看，主耶稣上尾讲这3句34节来。耶稣讲：“爸啊，赦免因为因所做的，因唔知。”3點鐘的時，耶穌大聲叫講：“以羅伊，以羅伊，拉瑪撒巴達尼。”翻譯就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啥事放離我？”耶穌大聲叫，就講：“爸啊，我的心交你的手。”這是路加福音有2節，馬可福音有1節。我想咱今仔来到主的面前，特别咱準備這禮拜，咱望咱每一個人，甲耶穌上尾在十字架頂所講的這幾句話，咱擱放在內面。然後特別是主耶穌的祈禱，幫助咱祈禱伊在十字架頂講2部分的話。咱先小可有一點仔概念：馬太、馬可、路加、約翰。馬太、馬可、路加、約翰。馬太跟馬可一樣，我們等下可以再 check 一下我的印象中，馬太跟馬可一樣，他在十字架上被記錄了，只講一句話，那句話還必須要用翻譯，不然不知道他說什麼，因為他用他的亞蘭文禱告，就是迄句話若無翻譯，咱唔知伊講啥。迄句話若無翻譯，就是以羅伊，以羅伊，拉瑪撒巴各大尼。剛才聽到這個音，所以愛翻譯出來就講：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為什麼離開我？為什麼放離我？放殺個離開？放殺個離開？這是馬太跟馬可講的。路加跟約翰的記載就有其他的部分所以我們今天要一起先翻一下聖經，看一看。我們把大擺你聖經你會當查條去看你頭前和修本133頁。和修本133頁，我們看一下，咱看一下路加跟約翰，和拄仔咱咧講的馬太、馬可無同款。為什麼馬太、馬可在十字架上就那句話，而且很淒慘的那句話你上帝你乃放離我，放棄了我，離開了我。可是我們看到路加福音，如果是你自己的聖經，我是這樣自己做
你会看到有不同的老师把这个顺序有不太一样。不过你可以把那个顺序，因为你知道最后的6、7，我们不是说10加7言吗？最后第6句跟第7句一定是什么？咱都要看，迄字是啥？圣经最后那个路加2:3，他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然后路加说他气就断了，对吧？这个应该是第7，啊。不过约翰如果讲一句哦，伊点的是伫架顶，干那一粒那样成了，记得吗？所以我们把6跟7放在一起，一般咱是安尼甲放到顶。所以你也发现，点的约翰甲路加的记载里面，伊有一寡对话，跟马太、马可不一样。马太、马可在十字架上跟他存一句那样，就是上帝啊，你那放离我。可是路加好了，那我们就看到了133页、133页。如果你若是摕互修本哈，这就是一般咱咧讲，这是第一句话，踮伫个33节的时阵，伊互定。有2个犯人踮伊的身躯边。来，咱最近来读34节啊，34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这时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就刚刚我们念的悲啊，下边因为因受罪因唔知。所以一般咱讲踮咧是伫架顶，伊第一项竟然是咧甲上帝祈祷讲哦，下面啊，互定伫遐，伊第一句话，伊无先讲到家己的艰苦，无先去想到其他，伊先甲上帝祈祷。一般咱讲这是先甲上帝，因为互定起踮遐，先甲上帝祈祷讲求主你下边因。所以互定了后，咱就看到后壁的故事来了吼。有人甲踢笑讲：“你若是上帝囝，你就家己来吧。”甚至39节哈，同定的犯人中有一个笑他，互人定的共款互定，有一个人甲笑讲：“你敢毋是基督？基督就是 Christo， 就是受膏抹的，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 Savior。你若是救主，你就救你家己，佮救阮。”对不？另外一边讲，你哪唔惊上帝？40节，你岂不怕上帝吗？我们同样是受刑罚是应该的，自作自受。和修本加41节，我们是自作自受，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对的事，所以甲耶稣讲，咱有当时啊，伫个祈祷会唱一条，求你列国临到的时阵，求你纪念我。Jesus remember me when your kingdom come， 请你会记得我，咱会捌唱一来。一般咱来讲，这就是早起9点甲12点中间，耶稣伫个十字架顶的第一个对话，他跟那位人讲讲：“我实实在在甲你讲，今仔日你甲我要踮乐园内面，这是真特别的一个对话。”这个悔改的人，咱顶摆捌讲过，这个悔改的人说：“等到你的国降临哦，等你。”要进入你的国哦，对无？去天堂的时阵，请你小甲我扭一下，甲我记得我，就是纪念我。就耶稣竟然讲，今仔日就这个时刻，这时刻你还在十字架上，但是你因为悔改了，你 U-turn 啊，你要甲我做阵伫个乐园，伫个迄个等下守伫个乐园内面，伫个迄个天堂内面第二。但是咱共款看这个罗马43节、46节，就是拄仔咱所读的第3句，祈祷的第3句，爸啊，我将我的灵魂交伫你的手，这是路加记载。所以路加加早起9点甲3点的中间，因为咱若看马太甲马可讲12点天变黑暗，一直到3点，有3点钟的时间，规个天黑暗，毋知什么代志。耶稣也无佫讲话，干那到3点的时阵讲成了，爸啊，我的灵魂交伫你。那你早起发生第一项，就是伊甲这个犯人的对话。我们要看一下约翰福音，请咱看约翰福音第19章173页，那是和修本173页73。那咱看有另外一个对话，毋是甲犯人的对话，咱会记记。耶稣甲老母甲伊的学生的对话，咱一般甲这个对话放到底，就是伫
26节、27节，耶稣受定，有几落的妇人伫遐，即几落拢叫玛利亚吼。耶稣看伊的老母甲伊所听的门徒，一般讲这是约翰，嘛是为什么敢若记载伫约翰？约翰他不好意思记载说他跟我讲，他就说他所爱的那个学生，所以在21章这个所爱的学生的用法又出现一次哈。好，表一个，所以耶稣就对玛利亚讲，老母吼有经文讲原来的原文应该是妇人你看你的囝儿哈，妇人呐，妇人看你的囝，然后佫对约翰讲，看你的老母。这是伫早起9点到12点中间，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一个对话，所以你会看到28节有一句话讲：“我渴了。”好，这就是咱看，赶快是下晡3点以前所发生的。意思讲3点以前的时阵，耶稣捌讲：“我喙焦，完成啊！爸啊，我将我的灵魂交伫你的手。” OK， 天黑暗，伫个3点以前，3点的时候就断开啊。好，阿边哥哥用枪甲试看卖看，哦，有影死啊，无反应啊。因为若是无死，小可拄落去，人会个那个神经会有让你规个人个掉，没有。所以我们在说耶稣被钉，然后在十字架上大概6个钟头的中间，到最后2、3点的时阵，大概应该就是这3句话。我喙焦，所以有人好担错，你后讲完成了哈，成了。最后讲爸啊，我的灵魂交伫你。那呢，中到12点，天要规个黑暗以前，天要暗以前，就9点到12点，伊讲的就是先祈祷天父上帝下面定义的人，加因为因所作用在祈祷了后，伊甲伊边啊即个犯人有一个对话，讲你要交我伫个乐园，这是咱所看到。然后佫甲老母，甲伊学生一个对话。安尼咱小可知影，咱常常听人讲十架7言，圣经没有这句话。如果你严格要给他说，那应该有8言呢，因为跟妈妈又讲一句，跟学生又讲一句，那有8句话，成了也是一句话哈。那后来有人把成了跟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把它放在一起，可是它是在不同的经卷，就比较难连在一起。如果在同一个经卷，就是敢若像讲即句话，甲老母讲，佮甲学生讲，咱就甲放到伫那里吼。好，当咱有即款的看法时，咱讲拄仔一个诗歌讲，一步一步行入去爸的心意中间，我们一步一步走到天父上帝的心意里面，走到主的心意。我们看耶稣怎么跟上帝祷告。他在被钉在十字架上，早起9点到下晡3点啊，这6点钟中间，伊安怎？他怎么样一步一步？耶稣圣子耶稣基督怎么样一步一步走进天父的心意里面，完成这个救赎的恩典？所以针对这3个祷告，踮咧遮有一点仔文理吼，甲咱最近大家3个学习，尤其是这个礼拜对咱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性命的功课特别大。不管咱看咱家己踮咧这个世间，每一天这样迎来送往，每一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也是活得很有意义。我们也做一个在这个地面上，咱嘛是做这个地面上人吼，咱虽然无讲做什么大迄个功德啦，若要用世间人角度讲，但是咱嘛至少尽咱的气力，有咱的贡献，伫咱所做的代志顶上。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会觉得，哎呀，虽然做很多的不好的事情哈。也做错。我今天早上不知道怎么样，突然祈祷安那走的时阵，在忽然间感觉讲我实在有几项代志真对不起我的大嫂。然后忽然间走出来我的大嫂，我的大嫂比我还大10岁，我的大兄大我12岁，他们都是中兴大学的学长学。我的大嫂是数学老师，就是我在读高中的时候那个学校的数学老师，而且现在已经结婚，都是因为结婚。我妈妈才讲你把他转学转到永和国中上，受看会到，较袂变派可是现在突然今仔日嘛安怎？就是咧看遮准备遮时阵，耶稣踮咧十字架顶讲下面，讲要下面我啥？
其实咱软弱做唔对足多，可是今天早上跑出来的，竟然是想到讲，哎，我对我阿嫂吼，迄个时阵实在是真难，毋是讲较歹势，10几岁迄个时阵吼，你安尼有真侪蛮偏差较倒去。即款呢，咱会发现讲要安怎一步一步行入去上帝的心意的时阵，迄个祈祷变足重要。咱踮即个世间，1年365天，52礼拜，我个人感觉，用过来1礼拜，咱用搁较侪时间。所以有一寡教会会甲兄弟姊妹讲，1礼拜按礼拜中秋主日开始吼，到拜有的教会，逐工有祈祷会。我咧想讲，咱逐工拢来教会安静，甲连续剧先关起来，甲手机也先关，来教会1点钟、1点半钟安静安尼吼，一直到拜5。有教会拜六日逐工吼，即段，互咱搁较会当一步一步去经验体会生命到底啥。来到即个世间，我真正需要耶稣的救赎吗？我若真正需要伊的救赎，为什么破时我活甲遐尼自我中心，感觉家己嘛做了袂歹？我早起嘛是感觉讲，我也还好，哦，不是前几名，大概也不会是最后一名。会家己安尼看呢？感觉讲敢有影有遐尼迄咯？不过即礼拜过来，即礼拜求主帮助咱，互咱会毋是咧审判家己。咱若审判家己吼，就第一，咱使掠家己做主；第二，咱若家己审判家己吼，我们都不会太差，我们都会审判自己说，比上不足，比下。我还是可以跟得上末端班上天堂。那咱家己审判家己，这两个危险稳当造出来。第一，咱变家己的上帝。所以，咱求主帮助咱，帮助我们能够走进他的心意。我一直觉得这个受难周哈，从礼拜天开始，这受难周是特别的一个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互咱恩典，通好定睛看我家己的一生，我家己所行的路。耶稣基督为着我，咱拄仔咧学敬拜中间咧讲，伊为着我迄疼到底是啥物疼？所以这边吼，咱用这3个祈祷看耶稣伊家己的心情。第一个吼，第一段部分，咱遮咧讲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3个祷告。第一个，拄仔咱讲的，路加23章34节，这中午前的一个祷告，那是赦免。这句话表明耶稣与上帝之间有很亲近的关系，因为讲爸啊，下边伊吼，你会记这个爸，那囡仔敢甲你叫阿爸吼，迄甲你的亲眷。他替我们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和无知。哥林多前书2章3节这么说：如果知道，他们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保罗写这句话给哥林多教讲：因若知吼，因都不会把这个荣耀的主、因根的主钉在十字架顶。上帝凭什么赦免我们的罪？咱做到遐尼歹，伊凭什么？上帝听了耶稣的恳求，就一定要赦免吗？世间人敢有影敢若耶稣安尼祈祷？伊就下面，如果这样的话，世人的罪由谁来扛？就是耶稣一个祷告，事情就结束吗？如果上帝说好吧，我赦免他们，耶稣连免跳落来啊，伊免踮遐9点冻到下晡3点。所以耶稣的第一个祷告完以后，上帝会跟他说：好，既然你祷告了，要我赦免世人的罪，那么你就来帮他们扛吧。这是咱的讲法咯。我们现在发挥想象力吼，我讲吼，你看圣经，你应当爱发挥想象力，看上帝到底安怎听咱。既然耶稣的十字架顶甲上帝安尼做祈祷，好，上帝讲安尼，什么人要负这个责任？什么人要来担这个担？耶稣讲我要担，上帝讲好，安尼你担。所以上帝就面无看耶稣完全，因为圣洁的上帝、阳光的上帝，袂甲罪面对面啊，乌甲暗袂面对面啊。黑跟那个光跟暗不会同时存在。还记得我们祷告那个讲到分享过吗？光不是存在，不，黑暗不存在，只有光存在。黑暗是因为光睡觉了，光暂时不存在，所以黑暗才有所谓的黑暗。没有黑暗，这个是有所谓的黑暗，是因为光不见了。就刚才你若坐遮你起哦，足光诶，点解开讲啊？那忽然间感觉暗落来，因为日头落山，你无开电火。什么时阵变暗？
毋是暗走入来，是光离开。毋是暗走入来，是光离开。所以光甲暗袂同时存在。圣洁的上帝不会跟罪同时存在。既然你要扛罪，你就不可能在圣洁的上帝面前。你要担这个罪，你就无可能在上帝面前徛会牢。所以天黑暗，上帝黄面无看伊。这一般人讲，这个就进入这个12点。第二个就是耶稣的祈祷，这是咱看马可甲看马太，伊咧讲到我的上帝，你有啥物办理我？这边的分享在说到，为了落实赦免人类的罪，耶稣代替我们扛起所有的罪担所有的罪，所以忍受要忍受上帝离弃他，放弃伊，离开伊哦。咱讲到圣经咧讲的同奇妙的基督教信仰咧讲关系，罪就是甲关系切断，甲天父上帝关系切断。所以耶稣担当这个部分，担当这个罪。所以在这个昏天暗地的情况下，耶稣体会到罪的可怕，就是关系断绝了。这句话表明，这个时候上帝跟他的关系不是父子的关系，不是爸囝，是我的上帝，那个主宰、那个审判的上帝、全能的上帝，不是我的阿爸呢。囡仔啦叫阿爸，什么代志拢解决啦。这个龙主若个倒转来，你若无面，唔是面对阿爸老爸，是父主，是原主，是庄主的话，他什么都没有。结果这个父亲用这个龙主倒来时，老爸接纳伊，关系就差伫遐。所以我的上帝，我无可能伫伊的面前徛会牢啊。所以在即句祈祷，为什么你放离我？为着要赔世间人的罪，爱忍受上帝的放杀，离开伊，互耶稣爱忍受这。本来伊根本跟上帝是同一个，为着世间人。所以第三，当咱咧讲到第三个祈祷的时阵，就是上罗马家，当他完成了这个救赎哦，因为一旦有人担当关系的断绝，罪就被处理掉，罪被处理了，所以耶稣将伊甲上帝关系搁恢复，黑暗过去啊，光搁出现下晡3点，讲爸啊，我将我的灵魂交伫你的手，所以下晡3点以后，伊恢复甲上帝亲密的关系，所以伊讲爸甚至搁较亲密。伫十字架顶7句话3个祈祷，伊甲上帝关系有真大的改变。这是上主耶稣家己心灵，伊个一步一步要行入去上帝的心意内面，行入去主的心意。迄个时阵，天父上帝是耶稣的主，伊要安怎行入去这主的心意？伊完成世间人的这个救赎的恩典，甲上帝完全合斗阵。这是第一段。咱过来这礼拜暗时有时间休困时，咱小可甲这个小可看一下，这几段的经文你搁看。这款的关系改变，咱家己是毋是嘛捌有这款的改变？甲上帝极其亲密，但是有一段时间，敢若亲像去互上帝帮你，敢若无咧插咱，是毋是安怎个恢复这个关系？好，所以后壁这第二大点是，人讲大家三甲斗阵的时阵，会发现讲，尤其是今仔日这个时代，咱愈来愈多会关心到临终才兄弟姊妹这款灵性的关怀。所以遮简单有咧讲到3项我真紧踮要遮分享咱会当利用过来即礼拜通好用，因为本来这是想讲后礼拜，但后礼拜是联合礼拜，联合8个区地咱遮联合的祈祷会，所以我无法度讲遮，可能都爱搁讲另外一个往前跑另外一部分临终的关怀，这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服侍者最重要。第一项，耶稣互咱看到。爱处理人甲人的关系，对不起的关系。所以咱讲要道别，就要有3道，对不对？道爱、道歉、道谢。其实道谢也是在道歉今晚再跟你讲谢谢，这有一点太晚，我至少说了至少说道歉，道歉就是是的。咱要安怎关心伊？可能亲像
老师会甲咱讲，要安怎？甲们讲，你敢有未完成的心事、未尽之事？需要我甲你倒做下，所以咱就听到有人讲啊，我就想要看什么人，其实心内有一个挂虑，不管是想要和解，还是想要安怎，咱无一定知，所以这个是咱的关怀的时阵真重要。敢若亲像耶稣咧讲下边因和好，是咱的去关怀探访人时最重要，尤其是临终的关怀探访，互伊会当伫咧真安尼平安和好吼。我捌看到一篇文章，就是咧台东有一个迄个台东基督教边啊，因有一个志工，一个都无结婚的一个姊妹啊，安休啊，60、70岁，啊是一个新妇哦，迄是迄个天主教新妇主持迄个要告别式吼弥撒，结果伊是外国来的吼，外国人，伊讲道竟然无讲落吼，伊要讲先讲我们今天要像耶稣一样哈。跟这个叫一个那个姊妹叫那个顺利的顺哈，跟阿顺姐妹哈，跟她道别。我们每一个人来她面前，跟她说一句谢谢或对不起，看你要说哪一句话。都安尼安尼啊，伊过入要摆讲道讲这句话，就好。因为迄是一个志工，踮咧边做足久的志工，所以来参加的大概都很多在医院服侍的人哈，所以一个来。哇！结果迄天的告别礼拜吼，就告别的弥撒，真侪人安尼讲迄句了，转去坐，家己目屎才流出来。毋是讲孙啊，这阿孙姐妹需要这，是每个其实活着的人都需要和解，需要饶恕，需要讲出来，跟人讲对不起，或者是听到人家跟我说对不起。原来人这么需要哈，这是第一项咱教会的服侍者。我们都有机会，我们特别是到最后，不是讲你要有信心，你安怎？有信心无？迄是信心，甲伊甲上帝关。但真要紧的，咱踮咧性命的关的顶头，要互伊互边的人经验，就讲，哎呀，真的是对不起。而是咱听到人甲咱讲，猫咪人真的谢谢你，很对不起。这个部分会让整个灵打开。第二项，耶稣同罗马这个时间，互咱会当看到讲哇。所以，当你若看到人艰苦，踮咧生气、咧怀疑的时阵，忙紧，毋通去甲讲，哎呦，你毋通遮无信心啦，你毋通阁埋怨啦，你着爱安怎，着爱信靠上帝，毋通安尼。耶稣家己踮咧十字架顶，着甲上帝抗议啊！你若会放离我，所以你得关心一个人的人，时阵伊若真软弱，敢若亲像黑暗甲大条的，好像12点到3点，黑暗大条会一时的，一时。没办法，那你不要逼着他，又要有信心。嘿，上帝家己的处理，你如何陪伴他，容许他，体贴他，体谅伊这个时阵的艰苦。耶稣家己拢安尼讲啊，上帝，你为什么放离我？你为什么离弃我？连耶稣都这么抗议，我们会吓一跳啊！耶稣你怎么会这么说呢？好，所以让你看到加后表讲重症的患者，心里常常会有一些问号、质疑。困难，连约伯在困境中也会说：“为什么我要遭遇这些？”对不？又变。所以第二项就是咱知影，上帝容允咱来甲抗议。上帝是一个容允咱生气的上帝，尤其是伫咧乌天暗地的时阵。这毋是咧讲你家己会当生气哦，这句话是意思讲，当咱咧关怀别人，对吧？我今这个标题是我们在关心那个临终的，特别是最后他。如果他有一些那个，我们在陪伴他，我们不要去阻止他在跟上帝的那样的一个不了解啊。第三，在这个所在讲，耶稣的十字架顶完全第三个祈祷嘛，甲咱教示，互咱会当学习完全的信口交托，完全。当人要离开世界的时候，用这个祷告来做一种宣告。我虽然有真侪怀疑、无了解，甚至生气，不过阿爸，我犹原相信你听我，我愿意互你来引带我的灵魂继续往前行。这是主耶稣的祈祷，好，引导我的灵魂继续往前走。耶稣他已经走过了，他要带领我们。所以，当你对上帝有这样的信心，你若有这款信心，完全的信口都袂惊死亡，袂惊，因为你知影死毋是结束。死毋是
灰飞烟灭。对颠倒病，上帝拍开双手，咱常常讲迄个第三个生日。亲像保罗写批予提摩太安尼讲，因为我知影我所信的是什么人哈。我们也常唱这首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他所交托我的，直到那日。有另外一个翻译是讲，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的，直到那日哈。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是跟上帝同在，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是要倒转去回家。所以耶稣讲：“爸啊，我将我的灵魂交伫你的手，知影地面上这个生命、这个肉体要困要死，毋是结束。灵魂转去天父上帝。”保罗有真深这款的体会，所以腓立比书第1章23节咧讲：“若要我家己来看，我甘愿宁可甲基督三甲斗阵，好得无比。”好得无比。我们常常被人家提醒，这也是我们士林教会一个牧师他的墓碑，这个连台中中孝路教会王武强牧师，伊伫其他的场合几落摆讲都用这个赖昭君牧师我情愿与基督同在，因为是好的无比。我有一摆听王武强讲，我你哪去讲赖昭君？第一摆讲道，还去讲到迄个伫树林教会服侍迄个，对，活着为基督，死了就有益处。用这段安尼看，这是保罗真深的体会哈。伊讲，所以他说我们要勇敢，情愿是的，这情啥是怕唔对哈，情愿离开身体，与主同住。离开这世间，咱的灵魂甲上帝同齐，不止同在，而且同住，三个大斗阵。所以咱过来礼拜一开始，咱进入受难周，求主帮咱，伊的祈祷真正做咱的性命，跟咱行看卖，行看卖。用这几句话，用耶稣的祈祷，咱该交谈来行看卖，看咱甲阿爸、甲天父上帝迄款的关系哈。所以咱今仔日特别用一点仔时间，我们用一点时间，我们跟天父上帝来祈祷，有信心帮助咱，并且帮助我家己。伫咧感谢，伫乌路，虽然感谢王路，咱搁较要经验，咱讲天父、讲阿爸这款的亲密咱安静咱的心，来。亲爱天父，亲爱主，阮真恶得明白，嘛真恶相信你的听这么奇妙。阮实在是无法度用人的理性来完全了解，毋过就是这个听吸引阮，互阮一步一步行入去你的心意。亲爱主，恳求你将阮心内的惊吓甲除掉，互阮的心会当安稳自在，无搁失落，互阮真正会当享受经验到你活命的喘气伫阮的内面。亲爱主，我要甲耶稣基督三甲斗阵，一步一步行这世间特别有意义的几个阶段。
恳求圣神你帮助阮，主啊，帮助阮，互阮伫工作的中间，互阮伫厝内无闲的中间，互阮伫运动行路的中间，互阮伫咧食饭休困的中间，拢会当想到主耶稣伫甲天父的祈祷，帮助阮伫咧所有的关系顶头，一日一日学习、和解、互相赦免的功课。主啊，无论是甲阮至亲、厝内人、阮的朋友、阮的厝边、阮的同事，互阮会当行入去主你的心意，甲人互相赦免、互相结连。恳求圣神帮助阮，除去阮心内的惊吓甲黑暗，互阮知天父你甲阮同在，你甲阮带斗阵。阮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伫咱的手头后壁也有不遮侪咱来代祷的事，不过咱犹原共款，看咱公道遮有几项咱特别来关心的。过来2天后是中秋主日，受难周的开始，所以咱有一寡功课爱学习，特别是后礼拜5伫咱这个所在有台北中华北一区联合纪念礼拜，咱希望咱来当伫这个中间。含遮集体参加斗阵，然后伫咧后日犹原有幼新的董事会要筹备一个幼新50周年第5个在1的感恩的活动。咱求主特别看顾，尤其是咱教会中间还佫有真侪读事工部的事工团契部分，咱开咱的心，也开咱的嘴，为这个特别是咱过来拜6礼拜到后礼拜，这个教会事工，咱开咱的心，开咱的嘴啊，同齐祈祷。这段请也百家长老带咱祈祷。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能够成为你宝贝的儿女，真的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福气。主耶稣，让我们即将要来进入你受难的日子，再次提醒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主啊，我们是不是有时时刻刻警醒在神的面前？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爱拯救我们，保守眷顾我们，盼望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的灵修里，主耶稣，我们时时都能够想到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保守眷顾我们的心思意念，带领我们，保守眷顾我们，也把我们教会，我们目前有许多的事工，我们摆在神的面前。愿主你圣灵自己亲自施恩来引领，特别在礼拜天，主啊，我们有会议，求神你亲自保守带领，愿主你亲自掌权，在每一次的会议当中，神你要自己掌王权，居首位，在这当中来引领。主，谢谢你，愿你的恩典再一次在我们的身上，
更保守眷顾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主耶稣，单单的来到你的面前，单单的在于你，愿你祝福，愿你看顾，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教会有很多硬体跟软体的建造，建堂建人。咱对2013开始，咱讲人年，不是到2019都要无，都不是二体完成都无。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咱求主帮助咱每件兄弟姊妹，每天的灵修、圣经金句的抄写，都能够成为我们走进天父心意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启。包括教育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外面因为景观工程的关系，会让我们看到一些不同新的面貌。我们特别为教育馆跟弟兄姐妹生命建造有很多的团契包括咱后边所看到，现在大家团契，爱家松年圣歌队姐妹师、雅各不良青年青少契、主日学这些造就。盼望弟兄姐妹都被建立起来，咱开咱的心也开咱的嘴，为着建堂甲建人来祈祷。这段请真真长老带咱祈祷。天父孩子，感谢你，主，你是建堂建人的主。主，我们感谢你，不只是在我们硬体上面，在我们软体上面，你同时并进的在建造我们。主啊，谢谢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也透过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弟兄姐妹继续往前走。主啊，也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更紧密的在一起。神啊，谢谢你，也透过祷告来祝福你的手来扶持我们的硬体的设备。主啊，我们已经到了整个外观都已经看得见了。主啊，这是一个你自己透过同工们的心力一起，真的是用心建造出来的一个士林教会的景观。主啊，我们也谢谢你在内部的许多的电线、电缆或者是景观各公务的方面。主啊，那种内装的部分，求主你自己的带领，也祝福我们的建委会们，主啊，他们精心的策划，把那个最好的厂商带到士林教会来。主啊，他们承包的时候，他们要用诚心来接上这样的工程。主啊，这是在你的施工上面，主啊，让我们的施工能够很完善、很完整。还有我们在这种各种募款认捐的各种器材方面，主让我们能够顺利的完成。也祝主啊，你也谢谢你，也是13号还有公务会议，主啊，还有14号还有建委会，主啊，弟兄来纪念弟兄姐妹，他们这个团契就是建筑委员会这个团契里面的弟兄姐妹们，主啊，让他们真的是主保守他们在付出的心力之余，主让他们的家庭、事业、工作都因主你的同在能够平顺，能够平安。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祝福他们手边所说的要尽都顺利。圣灵，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再次的带领士林教会，是透过你的话语跟祷告走前面道路的一个教会。主，我们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我们也特别来为着咱集体兄弟姊妹来祈祷，跟后壁有写的一寡关怀事工部有写到身体欠安这几多位代祷伫咱遮有看到迄个龙胜陈龙胜弟兄，陈龙胜老师，伊是顶礼拜4月初5去扫墓，去金宝山坐车去，坐到遐边仔的人掠做讲，
因立信老师来，所以一路拢会困真好，就莫甲吵。去到金宝山个叫搁咧困。本来因囝讲无妈妈莫甲叫啦，爸爸都莫落来就好啊。咱扫完转来爱困。还好他有个侄女在荣总当医生，过来一看1-2周不行，赶快就打119了，心跳剩30心跳剩30了所以4月5号送到那个金山台大医院，马上就转到星光加护病房，昨下晡出来加装一个点滴，就是心脏了跳到60以下，他就给你充电，把你拉上去那让有踮咧加护病房甲试看卖，若无用这个就掉到30-20%，所以就紧搁加迄落洪胜老师听讲在几年前、3年前，伊心部手术的时候，迄阵伊嘛捌心脏咧跳落真慢落来凯文是今仔日早起手术鼻中隔今仔日手术这凯文凯文是嘛2区的1区，凯文是1区的迄个耀阳兄是颔骨手术了，即马这有影，这对伊嘛是一个功课，爱有耐心，爱来做复健。这咱有几落位，咱知有几落位迄个兄弟包括青美长老按拜礼多，即马发烧，个吐，个咳嗽你若听伊讲话了，要无声个痰已经安尼3工敢若像拄好第3、第4工上严重了。过来一个周期嘛，是不是？大概是这样。这个丽娟园长为着筹备迄落我嘛是口罩戴条条嘛，咱几位兄弟求主特别看顾，咱这身体欠咱兄弟姊妹。明仔载有一个纪念礼拜这因为定位伫个家族，迄阵咱小个我小可提不过。青美长老庆以前顶，因就讲这个家庭家族来办理，就是咱教会前的牧师单位人牧师当然安休了就无算起啦，是讲若要安尼按伊出世开始算，到今年是100年啦所以这是明仔载因家族有一个这款的纪念咱若拢放伫个咱的祈祷中间做集体的一个关怀加一个连结这款的。关怀连结包括咱咧宣教事工部所咧做的国内外短宣，若甲遮服侍的对象连结，嘛会甲咱合作的教会，包括新山的圣光堂，也是讲包括咱还有一个姐妹教会，咱真久无甲，拢1年1届暑假来了，互茂林教会咱毋茫拢是集体，咱有搁较侪活动甲关怀，咱开咱的心，也开咱的嘴。来为咱的集体祈祷。这个部分，咱请主民长老带咱来祈祷。稳定的主，听到阮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有这款的福分，阮伫这清静暗暝，阮会当伫其中甲你相拄。阮这时也特别为着阮的肢体，阮的兄弟姊妹，身体欠慢，恳求主你医治的手来帮因来医治因。特别，阮来为着梁成兄、凯文兄弟、甲耀阳兄弟，因的手术在治疗中间，恳求主你透过医生的手，互因会当日日得到进步，日日得到恢复健康。阮特别
要为着伫明仔日下晡，等惠南牧师的纪念感恩礼拜，阮恳求主你亲自来带领。阮少年伊伫过去的日子对树林教会伊的付出，伊伫即个所在也落福音的种子，来互树林教会真侪一个福音的出口。恳求主你即个感恩礼拜，你对头到尾来带领。阮也要恳求主你来帮助阮每一位团契，每一位会长，恳求主你赏赐因聪明智慧甲开力，互因会当有主你的智慧来引带每一个团契，搁较来尽心尽力来侍奉你。愿将这个摆在主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听我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你为了阮来到这个世间，嘛为了阮来牺牲放下你家己的性命，通因带阮会当进入你光明荣耀的国度。阮心生也感谢，恳求主你继续保守带领，嘛圣神一摆搁一摆激励阮，互阮安静伫你面前的时阵，领受极其丰盛你对天来的宝贝。亲像主耶稣你所讲的，我来是要互恁得到活命，阁是丰丰富富的。恳求圣神帮助阮来领受天父上帝所应允一切的恩典。我让你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议员同款吼，咱三个一组看有啥物互相爱带导。